够他打，不要打了！小绿，你没事吧？小绿，小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妹妹还等着你回去成亲呢。走，跟我回牛府，娶老婆嫁妹妹，吃唐僧，3喜临门呐！我妹妹她妹夫来了。对啊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你说实话，你答应娶我是不是为了让我帮你救师傅？怎么会呢？那你老婆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？都这么久的事儿，你提它有什么用啊？别想糊弄过去。我没办法，我当时一时冲动，那么年轻。但是后来我冷静下来之后，我才发现我并不是真的爱他，所以我们就离婚了呀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还有别的女人吗？是有那么1、2个，但都没什么实质进展。那你对我呢？我对你，我都要跟你成亲了，我还能怎么弄啊？那你这次不是一时冲动了？绝对不是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。你这是发誓吗？这是 OK 好吗？被你看穿了，我发誓。那我说你跟着学。行，已经饿得不行了。你看他们那个虚弱的样子，作为大师兄的我，特别的难受。行吗？好吧。一言为定。把他们俩给我放了。小姐，他们可是咱们的吉祥物啊，而且还在排酸哟。你就这么给他们都放了？是这样，我们家香宝宝呢，很久没有吃肉，所以呢，先解馋。你个臭猴子，你这是公报私仇哎！至于这个，看这个身材啊，肉那么柴，瘦得跟个杆儿一样，就当个下酒菜吧。厚道吧？哼，你也知道先来后到吗？哎，行了，吵什么吵呀？你们俩啊，不知道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一边去！嫂子，你以前做神仙的时候，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？这个猪肉你也跟我抢？山珍海味吃惯了，我偶尔想换换野味，不可以吗？不是，我说你们俩怎么吵起来了？怎么回事，香香？哥哥，嫂子跟我抢肉吃。抢肉吃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好抢的？这么大一头死肥猪，谁吃得了啊？香香，不如分了吧？也对啊，那把这头猪分了吧。慢着，又怎么了？大哥，你现在还不能把它给吃了。为什么？他之前不是中过毒吗？可是他吃过解药了，美人儿。这白水老妖的毒是这么好解的吗？万一留了点残余，怎么办呀？把猪血放干净不就行了吗？你是不是傻？这猪血那么好吃，你都给放了，多浪费啊！猪血，爱吃。行，那就先不杀了。美人儿，咱回去继续吃饭吧。走吧，大王。咱是差不多就拉回牢房，等解了毒再吃。
真爱。大嫂真漂亮。大哥，兄弟们都想知道你是怎么认识这位新夫人的？是，讲讲嘛。我前几天路过沙漠，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奄奄一息躺在沙漠里，我当时就生了恻隐之心，将她带回，这才成就了我们这段美好的姻缘呀。现在想来，都是上天的安排啊。我看牛大哥不是一时恻隐，是看上了紫霞仙子的美貌。要是换做别人倒在沙漠里啊，早就被你吃掉了。紫霞，哎呀，经过这2天的朝夕相处，我发现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你了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再一次当着众兄弟的面向你求婚。这个月光宝盒，当做我送给你的定情信物，希望你能嫁给我。我反对这门亲事。说什么？你竟敢反对！等会儿，我来。你凭什么反对他们？人家郎才女貌，你凭什么呀你？新郎官儿，你可真会说话。说郎才就是男的丑呗，说女貌就是女的傻呗。你给我闭嘴呀！给我闭上你那个嘴！紫霞仙子择偶是有一个规矩的，如果大哥你可以做到的话，我们就心服口服。什么规矩？他曾经发过誓，如果有谁能把他的紫青宝剑拔出鞘的话，就是他的如意郎君。紫青宝剑。什么紫青宝剑？紫青宝剑，相传是玉皇大帝得道成仙之前的佩剑，他曾用它斩断了情丝，因此紫青宝剑又能通晓3件之情爱之事。紫霞仙子也是通过了重重的考验，好不容易才得到它，为的呢就是可以找到他的如意郎君。这把宝剑长什么样啊？青柄紫鞘，华丽无比。这方法也太草率了，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方法才能打开它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呢，我只知道，除了紫霞仙子之外，只有他意中人才能打开它。怎么可？昨天、今天，我是。我想。这作为一个喜欢剑的人，身上带一把剑，难道不是很正常吗？紫青宝剑，这是紫青宝剑，这是紫青宝剑。这是紫青宝剑。这把剑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我捡的。捡的？让我试试。没有那种事，这只不过是我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。哎呦，玩笑啊，玩笑。啊？这能开玩笑吗？这还能开玩笑的？这把剑，谁拔得出，谁拔不出，根本没有关系。哎。等我的钱，我有话要说。快点！快跑！漂亮姐姐，可不可以求求你把我们2个放开啊？我满足你一个要求。不好了！哎呀，快把他们锁了，给我解了！
快点儿！这是要干嘛呀？哎呀，公主来了，要搞事情了！你们赶快把他们俩先给我押回牢房去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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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刚刚那个也是公主哎，她也是牛吗？她有男朋友吗？你们这帮混蛋，敢在我地盘上搅和！今天谁要阻拦我，我就杀了谁！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大王，不能！大王，我情绪很不好，你不要惹我！你再不好，你大嫂来了！我哪来的大嫂？不是，是我大嫂来了。你大嫂啊？演谁的？铁扇公主。她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！紫霞，紫霞，孙悟空，空宝宝，我帮你去救你师傅吧。不要！你刚才不是还让我帮你救吗？怎么现在不用了？你怎么那么善变呀？因为那是刚才。哎，你跟那个紫霞认识啊？不认识。那你是不是喜欢她？我不喜欢。那她是不是喜欢你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人家是神仙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个凡人，他怎么会喜欢我啊？欢迎，里面请啊，里面请啊，一会儿聊，一会儿聊。哎呀，谢谢。哎，都给我听着，一会儿谁要是敢多嘴，我就撕烂他的嘴，然后宰了他，听见没有？夫人呐！夫人呐，我好想你呀！今天刮的什么风啊？你怎么会有空来我麒麟山呢？我不能来吗？哎，能，当然能！哎，欢迎啊！我可听说你最近风流得很呢，要在外面纳妾，听说遇到了个漂亮姑娘啊？简直一派胡言啊，夫人！这是有人恶意重伤我，是谁说的？你当我眼瞎了？这布置的红红绿绿的是干嘛？不是结婚吗？夫人，你误会了，这里是婚礼不假，可不是我的，是香香的。香香要结婚，你也不通知一声，你这哥是怎么当的？这是我的不对，我最近一直帮香香筹办婚礼，忙得是晕头转向，难免会出错，还请夫人你见谅。你想把香香嫁给哪个山头的妖怪呀？要说起这个新郎官呀，那跟咱们家香香简直是绝配呀。其实这个人你也认识的，正是我的贤弟孙悟空啊。什么？孙悟空？正是啊。恭喜你啊！恭喜我什么？我看牛魔王挺喜欢你的，而且能感受到他的真心。你想想啊，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，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特别的难，所以我要恭喜你。你就这么想我嫁给他？为什么不呢？你看看牛大哥，武力高强，力大无穷，法力势力还大。虽然他是一个妖怪，但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妖怪。你眼光可不能太高了。好啊，你说的对，牛魔王是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嫁给他。昨天、今天、过去，不再回。风落下。那真的是恭喜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嫁给牛魔王之后，他会把月光宝盒给你。对。那你那月光宝盒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你要它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要救我娘子。你不是都要跟牛香香成亲了吗？你不是跟你娘子已经离婚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去救她？你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：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买卖做不成，仁义还在。那这么说，你救完他还会回来？会。这么看的话，咱们也算是一家人。
你看你嫁给牛魔王，那你就是大嫂，我就是你妹夫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去哪儿啊？散步。我陪你。用不着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见外？谁跟你是一家人啊？你少跟我套近乎，又想见到你。其实一直有人回来。哇，太精彩了啊！昨晚我偷偷的跟了出来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堂堂的齐天大圣，在跟大哥的妹妹成亲的当天勾引了嫂子，这种场面精不精彩呀？你别乱说行不行？我哪儿勾引嫂子了啊？你刚才有认认真真的在偷听我说话吗？我有啊。你要月光宝盒。是，所以我说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只要牛魔王知道你在勾引紫霞仙子，然后凑巧被我看见了，于是乎我一怒之下就把你杀了。这样是不是更精彩呀？哼，牛大哥是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。你看啊，就算我们妖界的很多的同行都很蠢，那头牛迟钝归迟钝，但也不至于迟钝到家吧？那把紫青宝剑怎么就从你的怀里掉出来呢？啊？虽然他现在没有反应过来，但是只需要有一个人小小的提醒他一下，我想他还是会明白点什么的。你何必呢？不是说好了唐僧是多分你一块，而且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跟你弟弟之间那是误会，而且我也已经道过歉了。我想我帮牛魔王这么大的忙，他只会分给我更多的唐僧肉。再说了，谁告诉你，你跟我道过歉了，我就一定会原谅你？救命！救命！至尊宝，子夏，怎么？我杀他，你心疼呀？废话少说。子夏，你小心一点儿，他会放毒。我帮你。把剑给我！谢谢。主人，你不是说去哪儿都带着我吗？主人，我不是你主人，别跟着我。怎么不是？你看我脚底板还有不用了三。你是不是不想要我？对。叫一声主人，你一辈子都是我的主人。坐。烧。我们回盘丝洞好不好？我也想跟你回去，但是没办法，还有月光宝盒呢。
空宝宝，你蹲着干嘛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穿成这样，配合你嘛。配合我？嗯，你不是说了，等我们结婚之后，你每天都要给我做饭吃吗？我说过吗？当然啦。不过我想了一想，我决定不能让你一个人做所有的家务。所以呢，我决定从今天起，每天跟你一块做饭。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空宝宝，我们今天成婚之后，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过新婚生活了，我好激动，你激不激动啊？激动。那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去厨房预习一下吧。差不多了吧，姐，我手已经麻了呀。哎呀，你今天晚上就陪我睡嘛。我也想留下来陪你睡，咱们俩还没过门呢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懂不懂？女儿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名声，就这样。你不留下来陪我，是不是嫌弃我？我为什么要嫌弃？你也看到了，明明是你家大嫂先杀上来搅局的，宾客没有，证婚人也没有，咱俩总不能私定终生啊！而且呢，好事儿不怕再拖2天。你说的也对哦，那么么哒，晚安。真淘气。紫霞，开门，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早上的事你千万别听那个牛香香瞎说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晚上有啥事儿啊？青霞，刚刚说的是什么事情？本来我是想跟紫霞仙子告别的，既然她不在，那就请你帮我转达告诉她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这吉雷山的主人牛魔王是个花心大萝卜，明明自己有老婆了，还去找其他的女人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去跟他干一架。哼，就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可是你要打抱不平，想必也不是平白无故吧？没错，就是因为他要娶的那个人是你妹妹紫霞，我才会这么生气。你说紫霞嫁给那头蠢牛？没错，你妹妹。是不是你想想也很生气啊？他终于找到一生所爱了，那真的是要祝福他呀。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想要打抱不平的冲动吗？没有。行，我自己去。慢走不送。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孙悟空要把这么重要的月光宝盒交给他们，而且他们竟然还拜把子。等等。你说什么孙悟空，什么月光宝盒？你再说一次。哼，仙子你还不知道，这孙悟空跟牛魔王是穿同一条裤子的结拜兄弟。我要是惹了牛魔王，就等于惹了孙悟空这2个人。我是什么？他们武功那么高强，我战五渣，就算胜负为0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我也一定要去打抱不平。哼，胜算有几分，就要看功夫有多少了。对，像你这种战五渣的废柴。去了也是送死。我可以说我是战五渣，你不行，我就是干。啊！别废话，干！阴谋，绝对有阴谋。什么阴谋啊，夫人？这里是布置得很漂亮，但真的不是我要另结新欢呐。鬼才相信！臭男人，敢做不敢认，不是男人。别手动，别手动。夫人，你我情比金坚，根本容不下第三者呀。情比金坚，情比金坚，什么是情比金坚呢？我发誓，牛府张灯结彩啊，一是为了抓住唐僧，喜迎长生不老；二是因为香香啊，你也知道，我就香香这么一个妹妹，她一天不成亲，我这当哥哥的一天放心不下，是不是？香香，她也配得上那孙悟空吗？孙悟空，他
他要娶别人。你别冲动啊！你冲动什么呀？啊！你松手！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法捆先生。松手！你再不松手，杀了你啊！你要是杀了我，你就找不到真正的孙悟空在哪。除非你别动，我就放开。空宝宝，有人来了。你别动啊，我去那边看一看。那边。我知道。空宝宝，空宝宝，喂，你干嘛？干嘛呢？情绪刚到，靠这么近，见不得人啊？谁呀？没事。干什么啊？你干嘛？好了，别闹了，快走，快走！着什么急呀？刚才那是谁呀？不重要。要是我哥知道了，他可饶不了你。是你自己跑来找我的。好吧，好吧，走吧。等会儿。你要干嘛？咱们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啊？听说小姐你18般武器样样精通，我今天就在这个房间里找找看，到底有多少的武器。如果让我找到了一样，你就要脱下你身上的一件东西。孙悟空，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嘛。孙悟空，都是月亮惹的祸。空宝宝今天好有情趣啊！那如果你都找到了，你要什么奖励啊？保密。那快点开始吧。走。开始吧。全部都找到了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闭上你的眼睛。数不到1000的话，千万不要睁眼哦。你不能骗我哦。怎么会呢？1、2、3，空宝宝。哎。 4、5、6，空宝宝。哎，在呢。你好好数啊，1000很快就到了。 乖，夫人，你要我怎么样，你才肯相信我呀？起来。 什么情况？孙悟空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真的不是孙悟空。我刚才分明听到那个女人这么叫你的，莫非这世界上有第2个孙悟空不成？有没有第2个孙悟空我不知道，但是，我真的是至尊宝。花心就算了，还给我油腔滑调啊！大姐，咱们俩相处多久？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 你一向狡猾，把我骗得团团转。就算之前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了。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看我会不会72变，你不就知道了？我变，我变，我变！你看，我不会啊。变杀，是不是你说了算啊？我真的不是孙悟空。
为什么他们都叫你孙悟空呢？我被逼的啊！如果我不冒充孙悟空的话，我只有死路一条，我没辙呀，姐。啊，那我就更要杀你！宁可杀错100，也不可放过一个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相信我呀？什么人？238，239。空宝宝，空宝宝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241。我说你这暴脾气能不能控制一下啊？你弄得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像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话呢。这东西很危险，你把它放下。我说这个东西很危险，让你放下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你就成功吓到我了。我演技有这么不好吗？差点火候。不过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孙悟空，反正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先杀了你再说。万一你杀了，真正的孙悟空出现了，你后不后悔？不后悔。那我就有点尴尬。好歹我也是一条生命啊，但是，如果能找真正的孙悟空来对峙一下的话，就好了。青霞仙子也绝对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是孙悟空。给我个理由先。如果你不是孙悟空，那为什么你跟他没有同时出现过呀？因为我们俩出现的时候你不在啊。别狡辩了你。行，你杀我来砍我来，一了百了。你杀我之前，我能不能说个遗言？犹豫了是吧？啊？听好了啊，听着啊。我记得有句话：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。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，是我的运气。可惜我没时间。想想人生无悔，都是赌气的话。人生若是无悔，那该多无趣啊！青霞，说句真心话，我心里有过你。喜欢人不犯法，可我只能到喜欢为止了。这些话我没对谁说过，今晚见了你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都说出来，就让你我的恩怨像盘棋留在这里。你保重。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其实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恩怨，有的只是一段缘分。我记得有个人讲过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有一口气，点一盏灯，有灯就有人。对，有个人说过，我见过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
我见我自己，天地也算见了，可惜见不了众生。而这条路，我没走完，希望你能把它走下去。你还愣在那干嘛呀？我怎么请我家不过来帮帮我啊？在世上。666，667，686，687，688，669，600，讨厌，这是什么新玩法？数到哪儿啊？781，782。